请问台湾外海龟山岛，伊的性别是公的还是母的？我感觉母的好啊。母的，啊，你确定？刚刚是母的啦，因为我知影吼嘿，伊牛的母的吼，嘿会为海用伊会生。对。对啊，即摆要判断是伊到底是公还是母的。哎，我嘛知影，今晚要判断是公的。哦，真困难呢，阿弥陀佛超贵啊啦不！要紧，等下老师会甲你讲公啊是母的，嘿你选一个会甲你讲，等你选一个。较勇敢的。公的，哦，哦，好，来，公的对唔对？一般吼，这当然是咱人去看的角度啦，就是讲日本时代看迄个地图，会当看到讲，伊这个边啊有一寡敢若袂输牛卵安尼细粒细粒的迄个小岛的，还是啥物款的大石，还是啥物货，迄个安尼细粒细粒的。啊，所以有人讲迄就是牛卵安尼啦，嘿，啊，所以就讲安尼这个龟山岛是无的安尼啦，嘿，是用这地图安尼外形安尼看嘿。